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下午好。中华经典诵读比赛1等奖的是。Hello， 斯巴迪，大家好，我叫哈尼小康，来自老挝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。那我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呢？是因为在老挝首都万象，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有一个中华经典诵读比赛。那我这是又跑过来参加比赛的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我的表弟正在这里上大学，他今天刚好也要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我专门跑过来为他加油打气。那我先带大家简单的参观一下。今天这个比赛总共有15位选手，但是由于没有经过其他选手的同意，我只会给大家拍我表弟的精彩诵读时刻和最后颁奖的时刻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表弟的精彩诵读，结局更精彩哦。请欣赏11号选手带来的黄鹤楼。上牌来了，酷贝，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下午好。我是11号选手，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。黄鹤楼是中国4大名楼之一，在中国的湖北省武汉市，很美丽，很壮观。下面我为大家来诵读这首作品《黄鹤楼》，唐·崔颢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山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过去的先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，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。黄鹤一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千百年来，只看见白云在天上飘飘荡荡，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，还能看清楚芳草繁茂的鹦鹉洲。暮色渐渐漫起，哪里是我的家乡？江面烟波渺渺，让人更生烦求。我为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宣布获得优秀奖的学生是祝基烈、宋宇、黎嘉欣、赵美林、李娜、金月。好，请获奖的同学上台领奖。1买车，你来了。第3名是洪顺金、彭帅、
雅、王富康、杨海潮。陈佳丽、王龙。老弟第2名，老弟第2名，老弟第2名啊，第二。上海。我的老弟第1名啊，第2名啊。第2名啊，第2名。这是我的老弟，棒棒的。就是这个。中华经典诵读比赛1等奖的是洪振玉。老弟，干的很专一，是安海家公安家。帅哥。板梯。好的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作为从小一天天看着他成长的我，真心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，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。大家觉得呢？他今天表现怎么样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汉小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